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7月份的第2主日，咱游玩伫上帝的面前，三甲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伫7月份的时阵，我看见着上帝互咱有真水、真好、真温暖的天气，互咱拢会当伫上帝的听中间来经历着上帝的祝福。确实，牧师嘛爱提醒咱的兄弟姊妹，特别伫天气炎热的时阵，嘛爱注意到家己家庭的环境，包括家己的卫生。因为伫今透早有一间教会，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有一尾蛇就走入去到伫礼拜堂，然后伫礼拜堂的中间来甲兄弟姊妹来做伙敬拜上帝。所以咱恳求上帝来帮咱，互咱的7月份虽然非常炎热的天气中间，但是咱拢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愿主来祝福，嘛愿上帝来引带，互咱拢通得到上帝的疼痛。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咱得再一次同心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愿感谢你，上帝你的恩典，上帝你的疼痛，会当互阮伫7月份的时阵，看见到四季的运转，已经到伫夏天的时阵。虽然伫夏天天气炎热，或者是非常的日头非常的大，却是阮也通伫即个中间看见到上帝你的疼痛，哪会遮丰富？互阮徛起伫淡水即个所在。毋敢若有雨水，嘛常时有日光，就亲像遮个受造物共款，出日落雨拢是主所定，互阮拢通得到主你的保守。但愿恳求主你的圣神继续来带领阮，引带阮头前的路站，嘛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咱伫今仔日要游玩，透过路加福音书的经文来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咱照着整个普世教会的经课表，咱伫接续这段时间，拢会来用路加福音书来成做咱的信息。我想伫今仔日的圣经节中间，咱看见着路加福音书的第10章。25节到37节，这是大家非常熟的一段经文。那如果你伫教会大汉的兄弟，我相信好的撒玛利亚人这个譬喻，大家拢真熟。或者是有当时咱咧看一寡宗教经典的时阵，这个故事嘛，往往拢会来被使用来伫整个的宗教信仰的中间。有侪的表达，但是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一开始中间，我想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上帝的疼。伫上帝的仁慈的中间，咱通看见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伫路加福音书的耶稣，我想咱游玩爱得甲这个印象甲记号好。伫路加福音书的耶稣，伊是一个全人类救主的一个耶稣。所以上帝的怜悯，伫台语和日本伫白话字的圣经讲怜悯，伫华语的圣经讲叫做仁慈。无论如何，伫拄则咱真多谢咱的叶执事所带咱读的这个圣经节中间，咱看见着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有一个真趣味的问题。也就是第29节，治水是我的厝边。我想伫这个问题，咱要甲伊转化过来，要来甲转化过来讲，当咱去问习惯，咧问讲治水是我厝边的时阵，咱嘛爱甲转化成做是我是治水的厝边。通过安尼来去彰显天父上帝的疼痛。我想咱要来进入到伫信息的大声，咱游玩拍开咱的圣经，咱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咱互相来了解。牧师真毋茫讲，咱咧做礼拜爱查圣经，通过现圣经
来去感受到上帝话语的贵重甲稳定。伫今仔日个圣经，路加福音书第10章的25节到37节的开始，咱看见到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伊来试耶稣。这个行为非常的要不得，因为这个试，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真无友善，意思就是要来找耶稣的麻烦。所以伫路加福音书的记载内底，咱爱知真清楚会当知影讲，耶稣面对着这教律法的，也就是讲经学教师的时阵，因一直拢对耶稣有真多的拒绝。相对来讲，耶稣咧讲这譬如经学教师，伊属于那亲像伫路加福音书第10章23节到24节。23节到24节，遮有甲咱讲有一群人是无看见，都无听见。所以经学教师或者是讲咱伫白话字的圣经讲教律法的先生，因面对着耶稣的拒绝，是选择无看见，嘛无听见。伫这个中间，咱看见着经学教师的固执，但是经学教师伊来耶稣来问起着一个真趣味的问题，也就是要怎样会当来得到永活。我想咱咧读圣经，咱特别伫圣经的中间爱去注意，那伫伊的标点符号是问号的时阵，这拢是有真要紧神学的解说。所以伫今仔日个圣经一开始甲咱讲，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永活。伫这个中间，咱通看见着讲这个教律法的先生咧甲耶稣的对话的时阵，问起着永活的这个意义。但是永活这个用词，那咱来解说的时阵，伊其实只不过是咧表明讲，我着怎样做，才会当互我的性命来得到有意义的来讲。所以永远我所代表的是一个有意义的性命。所以耶稣来问讲，你伫对着律法的记载，你读了怎样？这个律法教律法的先生就来安尼甲耶稣应答讲，要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也要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来甲伊讲，你所应的是对，行这个就会活。伫这个中间，咱看见着讲，教律法的先生，伊对着律法真熟，因为伫这2条的律法中间，咱大家嘛真清楚知影讲，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上帝，以及听厝边亲像家己，这2条戒是整个伫旧约，或者是伫以色列人民因的性命中间真要紧生活甲信仰的遵守。所以透过伫这款的记载中间，咱通看见着讲，耶稣对着教律法的先生非常的肯定。伊伫这个肯定的中间，嘛来鼓励这个经学教师，就爱照安尼去行。那照安尼来行，就会活。确实，咱来甲今仔日的这段经文讲到伫这个所在来对照。伫马太福音书22章的39节。马太福音书22章的39节，耶稣讲啥物呢？讲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第2条戒嘛，差亲像是讲，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讲的，甲经学教师讲的，拢同款。但是耶稣伫讲完了后，后续都讲一句话。这句话叫做：这2条戒是安怎？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所以意思就是讲，听上帝甲听人，这2条诫命的基础，就是对听
来做开始。所以伫信仰的中间，今仔日耶稣咧鼓励这位教律法的先生，你要得到永活，你爱对听的中间去经历上帝的作为。所以咧，位兄弟姊妹，伫经学教师，伊就真条直来问耶稣，伊问耶稣讲：治罪是我的厝边。耶稣伫遮来讲一个譬喻，也就是咱大家真熟好撒玛利亚人的譬喻。真侪时阵，咱咧看这段经文，拢感觉真好，真有意思。因为当经学教师咧问讲治罪是我的厝边的时阵，这个问题其实嘛是经学教师教律法的这个先生，用着家己的思想来出发，要用家己的立场来去认定，到底什么人是我的厝边。但是咱倒来到伫新约的历史来看的时阵，其实咱爱倒来到伫旧约来做对照。耶稣讲这个譬喻，其实对着犹太人来讲是非常讽刺的代志，因为撒玛利亚人对着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无清气的一群人。因为伫旧约，最近咱拜五的查经班拢咧讲列王记，列王记的记载内底，伫主前722年，北以色列和亚述帝国消灭了后，有一群人受掠去到伫亚述。所以伫迄当阵有一群人来甲亚述人伫遐通婚，所以换一句话讲，生出来的囡仔拢是甲因原底的血统有无共款。所以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这款的种族是一个无清气，意思就是讲血统无纯正。所以这款的观念中间，咱爱注意看。伫圣经的记载，连耶稣到伫撒玛利亚的庄头，耶稣嘛互人来拒绝。会当看起着讲，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之间迄款的冲突非常的大，但是撒玛利亚人却是伫耶稣的譬喻内底来做一个主角。伫这个譬喻中间，咱看起着三种人，一种是祭司。另外一种是利未人，第三种是撒玛利亚人。伫耶稣的譬喻中间来讲起着，伫耶利哥对耶路撒冷落耶利哥的路上，拄着强盗伫这中间来抢劫，所以这个人被拍受伤，倒伫路边。咱看起着这个譬喻的内底，祭司行过的反应。是看卖咧，用目睭去看。利未人看起着受伤的人是洗过，连看都无爱看。反倒转是撒玛利亚人用油用酒来清起这个受伤的人的伤喙，然后伫这中间来协助伊会当紧紧来得到治疗，带伊去到伫这个客店伫遐来照顾，甚至都摕银来互这个客店的人来成做伊的帮衬。咱通看起着讲，耶稣伫这个譬喻的中间，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利未人，因接受伫因的传统，因接受伫因的宗教礼仪内底。因为祭司甲利未人，因无在调去看起着讲，若有人过身，这个尸体若摸着是无清气，或者是讲，今仔日我若去插这个事，有可能我等下要转去到耶路撒冷来去做事工的时阵会迟到。但是撒玛利亚人，伊的灵敏来成做这个受伤的人的帮衬。撒玛利亚人的灵敏，嘛，互伊来找到伊的厝边。所以耶稣透过引带鼓励，互这个经学教师会当来学习伫譬喻中间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灵敏，
实际用听来落实伫日常的生活，透过伫听来得到永活的稳定。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这个譬喻的中间，咱对着这个圣经的解说，大家拢真熟。但是无需要邀请咱倒来到伫今仔日的信息的内底，重新来想。耶稣咧讲譬喻，拢无咧讲结果，伊敢若交代一个代志，安尼就结束。但是，这个经学教师，也是这个教律法的先生，伊到后来敢有听耶稣的引传甲鼓励，照安尼去行，啊无，咱唔知。但是咱会当伫这个譬喻的中间去思考，我会当做啥物，才通得到永活？经学教师问这个问题，咱如果若倒来到伫这个文字，或者是讲这个态度来去问思考的时阵，当经学教师来去试耶稣，我就应该爱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活的时阵，其实这个经学教师，伊要来评判伊家己，伊要来评判伊家己，讲今仔日我要证明讲我有偌敖，我会当用着我家己的气力来得到救。所以今仔日耶稣所问我的问题，圣经安怎样记载？记甲熟熟，你着尽心尽意听主上帝，着听处面亲像家己，应答拢非常的正确。但是，咱倒来到伫这个经学教师的这个态度内底，咱会当看见着讲，伊要来用家己的方式，伊要用家己的行为，伊要用家己的知识，要来证明讲，伊安尼做，嘛会当得到永活。我无需要耶稣，因为我看到耶稣无看见，我嘛无听见，所以我无需要耶稣。我会当倚靠我家己，然后我会当伫这中间来得到永活。但是，伫以弗所人书第2章的第80到第90节，以弗所人书第2章第80到第90，甲咱讲，人若要得到救，是爱倚靠上帝的恩典，爱倚靠上帝互咱的信心，毋是倚靠家己的行为，是爱倚靠上帝的赏赐。若是爱倚靠上帝，一切就无在掉伫这中间有最夸口。列位兄弟，我想咱游玩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来思考伫今仔日遮的圣经节。伫今仔日的圣经节中间，咱会当看见着讲，上帝对咱是怜悯，上帝对咱是怜悯。咱都复习一遍。伫顶礼拜咱咧讲路加福音书的时阵，路加福音书23章34节，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帮咱祈祷，讲主啊，这群人因所做的代志，拢唔知啦，求上帝来赦免。所以伫上帝的祈祷中间，伫耶稣的祈祷中间，求上帝赦免的时阵，上帝对人的怜悯伫这中间来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时阵，咱会当知影讲，这是一个恩典，因为咱是唔知影家己咧做啥物代志啦。所以上帝的恩典来互咱得到救，上帝的怜悯互咱来看见着咱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今仔日耶稣甲教律法的这位先生邀请，你就照安尼去做。意思就是透过这个譬喻，和这个教律法的先生，会当去了解，讲天父上帝的怜悯，是互咱有机会来悔改，通看见、听见弥赛亚的信息。各位兄弟，对着这位教律法的先生来讲，当伊的譬喻知影讲爱用人慈去对待人的时阵，
耶稣对伊的引带，耶稣对伊的鼓励，是要帮助伊倒来伫信仰的中间去想，是要互伊会当真清楚去知影讲，如果信仰若失去疼的时阵，这个宗教只有剩万分，或者是完受。如果信仰失去爱的时候，信仰只剩下仇恨。各位兄弟姊妹，我想咱拄则一开始有讲起到路加福音书的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耶稣透过这个譬喻，就是互咱知影，上帝的怜悯是超过万分，超过完受。那用咱现代人来讲，这位经学教师，伊本身读真侪遮的神学的知识，读了很多神学的知识，他是一个信仰的巨人。可是你看这位经学教师，要叫他去做信仰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却是信仰的侏儒啊！可能牧师讲了较文雅吼，大家听了较唔知影我要表达啥。但是若用咱台湾话讲吼，这位教律法的先生叫做啥呢？若要讲吼，是一本机啊！啊，要做是安那？讲一本机，啊，要做是啥？一汤匙啊！本机甲汤匙来对比，咱会当知影讲哦，足侪人足专业的，头壳知识满是，但是要叫伊去做，无够一汤匙。意思就是讲，咱真侪时阵，拢知影圣经安怎讲，但是到伫日常生活的时阵，咱却无法度照圣经的教导去行。所以，伫这个教律法的先生来问耶稣讲，要怎样做才会得到应允？意思就是讲，今仔日方法论我拢知啊，什么方法去做我拢足清楚。但是我伫日常生活的中间，我无才调实在用我的行动去表现出。各位兄弟姊妹，我想对着咱在座真侪长辈来讲，应该真清楚。伫1906年的时阵，伫花莲的树林发生一件原住民出草的事件。这个事件有一个受难的日本人，到后来伊的囝伫台湾做真要紧医疗的团队。这位日本人叫做井上伊之助 ，Inosuke 井上伊之助先生。Inosuke 先生，伊伫读神学院的时阵，伊的爸爸伫台湾咧做工，互原住民出草，头规个斩落来。伊斩落来了，伊读神学院的时阵，伫迄当阵伊咧做礼拜，听见着台湾的消息，传转去到伫日本的时阵，伊非常的艰苦。面对着家己老爸的过身，伊心内敢若想一项事：无论如何，我要到伫台湾，帮我的爸爸报仇。伊敢若想讲要报仇。但是信用来转变，伫无形中来转变，伊拢有诶先生，伊伫即个生命诶中间，伊伫祈祷诶内底来得到帮助，
明知影讲要用人民来去面对着台湾人，真艰苦，但是伊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来。所以，因拢有诶先生，伫咱台湾若有伫即个咱对医学的历史有了解的，伊叫做原住民医疗服务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代表人物。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对着即个宣教师的故事就无讲真多，确实嘛，鼓励咱会当去读这本册。这本册叫做《台湾山地传道记》，内底就是咧甲咱讲起的伊诺乌的先生伊的故事。伊的故事到后来的发展就是，因为228事件，国民政府甲遮的日本人都赶走，但是228事件以后，伊都过来到伫台湾，到后来。因为有侪原因，伊都转去到伫日本。伫伊的回忆录个中间，伊敢若讲，伊讲我伫台湾的宣教，我拢无做啥，我嘛无得到啥。我转来到伫日本，敢若走3骹，即个骨鬍翁仔，转来到伫我的故乡，因为我的囡仔伫台湾破病来过身。那如果咱有兄弟姊妹到伫日本的埼玉乡这个所在，伫东京的隔壁，差不多约1点钟的这个路途，遐有一个墓园，因拢有的先生的墓伫这个所在，伫伊的墓碑的顶面，敢若刻一字，叫做“疼”。我想通过伫这个故事的中间，帮助咱去想。帮助咱去想，伊拢有的先生，伊的老爸去互台湾人的这个原住民杀死，但是伊却欢喜用着伊的专业来到伫台湾来正做伫山地医疗的帮助。伊毋茫讲会当透过伊的疼来帮助遮的原住民，会当互遮的原住民来明白，毋是用出草来解决代志。是会当用疼来取代怨恨，甚至会当用疼来超越怨恨。所以咱看起就讲，同款，伫这个宣教书内底，无论是井上一之助、马街、巴克勒，因将因的疼来落实伫日常生活中间。互因的性命来超找到有意义的来源，所以因拢有的先生，伊伫疼的中间，伊找到伊的厝边。我想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伊伫疼的中间找到伊的厝边，因拢有的先生将治罪是我的厝边这个问题来甲伊转化成做我是虾米人的厝边。意思就是讲，咱要将这个疼对消极的中间来转化成做是积极。上帝对咱的疼，敢毋是积极吗？上帝对咱的疼，敢毋是安尼主动，然后用做遮的恩典来成做咱的帮助吗？我想这对着咱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因为通过疼这款的积极。互咱会当将信仰实在落实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伫顶礼拜日，咱第一场礼拜的兄弟可能较毋知。伫顶礼拜日第2场礼拜还未煞，教会就接到一通电话来通报，伫马街纪念病院的安宁病房，有一位先生，伊的性命剩最后的一口气。
当教会接到这通电话的时阵，教会也紧紧牧师甲礼拜做一个段落了后，甲吕长老以及甲咱教会另外一位姊妹运丰姊妹，做伙赶去到伫马街病院，然后协助这个家庭来完成这个新生，伊伫最后做遮应该爱协助的代志。所以伫今仔日咱的周报中间，牧师嘛邀请咱的兄弟，伫7月19，这位先生叫做陈俊义先生，伊要来举行告别礼拜。伫关心这个家庭的过程的中间，有真侪见证，嘛有真侪稳定的代志。当有机会探这个先生，阁有气力的时阵，包括伊的太太，今仔日嘛有伫咱的中间，咱伫遮咧甲伊沟通，较知影讲原来这个家庭伫民国72年的时阵，捌来到伫咱教会。大概伫民国72年迄当阵，这个先生的妈妈嘛伫咱的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但是因为迄当阵咱教会人多，所以有可能伫招好的顶面，咱较忽略，至到互这个家庭也因为安尼来离开教会，嘛来离开信仰。这个兄弟一直到伫安宁病房有机会来伫病院受洗礼，成做正式的基督徒的时阵，咱教会伫马街纪念病院安宁病房服务的蔡运峰关怀师，伊来牵线，毋茫讲看教会甲牧师是毋是有机会来关心这个家庭甲这个病人。所以通过有这个机会，当牧师一天搁一天，安尼去到伫安宁病房探访的时阵，嘛真多谢家属对着教会的信任，互教会有机会来参与陈俊义先生最后的临终，互教会会当去到伫病院来协助这个家庭做遮丧礼的代志。当然，我嘛会当亲像祭司甲利未人同款，这都毋是咱教会的。我嘛会当结互安尼散散，我嘛免透早8点车起来去到7点半去赴8点，甲运丰约时间，然后去病房探访，因为迄天9点半双年大学要毕业典礼。我想咱会当有足侪理由来甲这个邀请拢提示，因为甲咱有啥物地带。但是我想通过伫今仔日耶稣这个譬喻，再一次来提醒咱，耶稣用啥物款的教导来，互咱明白三听意义的时阵，咱犹原去学习耶稣。因为咱爱伫信仰的中间去找找，我是虾米人的厝边。列位兄弟姊妹，这个故事，互咱会当去看见着讲，冷淡跟爱的一个对比。冷淡互人会当离开教会，疼会当互人倒来到伫教会。我会真多谢运丰。互我看见着真水的见证，伊对安宁病房遮的病人，就亲像我是虾米人的厝边同款，主动去关怀，主动去祝福，互教会会当去参与上帝救赎的事工的时阵，当咱有机会去挽回一个人的性命，这对着上帝国来讲是偌要紧的代志。所以伫今仔日这个机会内底，牧师嘛要出一个功课，互咱所有的兄弟，包括互所有的中级，也就是讲，礼拜的时阵，咱教会人实在有够多，多到牧师有当时都记袂起这个是啥物人。
但是我敢若望讲，当咱伫教会，无论伫礼拜堂，无论伫餐厅，无论伫教室，或者是伫办公室，三拄三见面的时阵，来互相请安一下，甲问讲平安，某某姊妹、某某兄弟，或者是讲平安，你是啥物人？透过咱的听，咱的主动，互教会会当有搁较侪的烧热。通过安尼，就亲像耶稣所教导咱，我是啥物人的厝边。透过上帝的怜悯，会当互咱将冷漠来变成爱，互咱的教会会当有搁较侪的请安，互搁较侪人会当安尼来有侪熟悉。我想通过伫今仔日耶稣的譬喻内底，虽然咱无特别看见着讲，这位教律法的先生是毋是有照耶稣的引带甲鼓励，照安尼去行，但是我要邀请所有的兄弟姊妹，照耶稣的教导，照耶稣的引带，照安尼去行，安尼有好无？安尼有好无？恁遮细声，我接袂落去。安尼有好无？感谢主，三甲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上帝你的引带赐福，互阮淡水教会拢会当做伙伫三厅的中间来学习。阮知阮有当时真冷淡，阮知有当时阮真伫人际的关系中间有侪遮无注意的代志。但是，阮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亲像耶稣今仔日的教导共款，照安尼去行，用疼心来伫信仰的中间来赢过一切所有，互阮会当伫信仰的中间有疼，来看见着天父上帝对阮的恩典。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有气力照安尼去行。特别耶稣你调阮来行天路的时阵，阮也相信主你要帮助阮，因为当阮照安尼去行的时阵，主你要甲阮三角同在，互阮会当亲像天父上帝共款，用这款的疼来成做众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